那台中甲中华地区昨暗也开始传出灾情，伫个中华有铁基路的警卫小区互吹倒去，那台中是有大型的扛棒落落来去缀着电火条。另外，台电统计，台中甲中华两个县市即马拢总有超过1万户失电，目前正咧抢修。 扫帚去用吹甲变去，规涂骹拢是碎玻璃。小泉风台侵袭，强风已经先造成灾情。4号暗时6点外，中华伦比路铁路滨高道边啊，一位提供环境甲保全特勤的扫帚倒去，影响到交通。警方甲里长合力搬到边啊，用锁固定掉的。7点左右恢复道路通行。等一下处理完了，扫一扫就 OK 了。好，请那个值班通知相关的单位过来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 经过一暝的强风，真侪电线拢去用吹落来。中华二林的民众5号早起开车骑车出门真危险，甚至去用逼甲爱转翻头。迄过危险，伊向那碰车落做危险，石头。 台电彰化区营业处统计，到5号早起为止，全县有19623户停电。经过抢修，目前犹原有9407户还未复电。其中以复兴乡市区户数上多，但是二林甲丰苑等沿海地区，因为强风地输电线不断互相相卡，抢修是上困难。导线碰触就是我的高压线架在架空上面，那风吹伊会撇来撇去，按2条小扣，所以我那个送回去伊嘛是袂上电啊。 重灾区是在2林芳苑这一带它的事故灾情比较严重，也就是说我抢修比较困难。台中也有灾情，4号暗时东区东公路一块大型的看板落落来，缀着电火条，造成315户停电。经过抢修，伫咧半暝排除复电。5号早起，海线甲北屯区也拢传出零星的灾情，目前犹原有2122户还未复电。记者台中中华报道。